今天坐高鐵去廣州美博會，上一次來已經是1年前了。美博會令我這位剛踏入美業的小白開了個大大的眼界。整個美博會包含美容、美體養生、儀器、美甲、美睫、代工、包裝、物流等等。來一次美博會看懂了美業。今次我只參觀了美甲美睫的場館，美甲及美睫上的產品，中國處於領先地位，非常值得來美博會一看。大部分我沒有親身使用，不評論質量，但他們的包裝、創新速度、款式，每一年都帶給我很多驚喜。以往大家都在看日式、韓式，近年來新中式也備受關注。不得不說，中國急起直追，甚至找到自己的定位，在國際上常看到傑出的中國風作品。客觀來說，中國的審美提升了，設計師的技術也不容置疑。美博會中不乏甲油膠、功能膠、亮片、飾品、貼紙、穿戴甲、美睫產品款式淋漓滿目，各種顏色、各種弧度的睫毛、單根、開花、弧系、面膠睫毛，包裝及價錢也非常吸引。今天也是收穫滿滿。美甲在美業中只是小小的一塊，看看其他板塊的規模。美容、美髮、養生更是海量的需求。下一次跟大家分享在美博會帶了什麼有趣的產品回家，坐過高鐵回家了。關注、點讚、分享係對我嘅支持。今日嘅影片就分享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再傾啊！